咁啊呢樣嘢香港點好過大陸嘅咁就暫時嚟講。不講翻政改先啦。咁今日李華唔係應該琴日嘅事嚟㗎。李華明就即係見啲傳媒就話，其實民主黨裏邊大部分人都唔贊成五區總辭啦。佢又聲稱話多數五區總辭都係會破局收。而家據報就係好似得3個人支持啫嘛，即係李柱銘一定支持嘅。有一次咁啱我聽收音機喺呢個左右大局聽到阿涂謹申就支持，咁有張報紙賣就話何俊仁都支持，咁但係其他咧，因為民主黨立場好似話要佢啲黨團投票即係決定會員投票咁而反對嘅譬如包括李華明張文光我諗卿姐都唔贊成嘅，所以變咗我諗到最後咧，再加埋嗰啲樁腳啦，咁應該係窩可嘅機會高嘅應該係。所以而家你睇到呢排有關五區總辭嗰個討論咧，即係差唔多已經靜晒。咁而家公民黨又講得又好清楚，如果民主黨即係唔玩咧，根本佢唔會都唔使玩，唔會獨立同呢個社民連玩啊嘛。所以變咗你可能短期內真係個焦點就會去翻，即係下個禮拜公佈嘅政改方案。咁而家其實都有少少端倪嘅，就係呢個，好似我哋上個禮拜都有講啦，就係民建聯提出嗰個方案啊嘛。即係區議會方案，即係主要區議會方案啦。佢基本上翻丁零嗰個，基本上翻丁係得少少變啫嘛，就由佢哋互相推選，即係5個出嚟。不過咧就嗰啲委任咧就唔可以投票。咁另外就係唔係淨係即係區議員可以參選，即係出邊嘅人咧都可以參選。不過都係嗰班民主區議員選。即係總之佢嗰個係七除八就咁，然之後又擴大嗰個選舉委員會咯。基本係咁樣，就當係走前一步啦。咁即係咁，基本上梗係民建聯嗰嚿嘢，咁係其實狗屁不通啦，唔使講。即係喺理論上狗屁不通。你搞個區議會嘅功能組別，但係外邊啲人又可以參選喎，咁真係好古怪。唔係真係好古怪啦！而家琴日南華早報都有賣，就有部分嘅委任議員就準備話司法覆核告差佢添，因為覺得佢即係如果咁的話，即係歧視我咧，咪即係話區議會裏邊嗰啲議員咧係分得兩等嘅。咁即係等於我琴日上電節目都。即係質詢呢個咪葉國謙咯，我話理論上你其實矛盾，因為你呢個方案咧，其實即係 imply 咗咧，你哋係認為咧呢個民選直選即係民選議員咧係高過啲委任啊嘛。既然係咁的話，點解唔索性取消咗佢啫？即係點解會即係一半一半嘅？你結果咪後欄都會失火啦，即係嗰班委任嘅人都會反對你係咪先？即係唔通，即係唔 consistent 啊嘛，咁就係即係你所有啲咁嘅政治嘅建議裏邊都要有個一致性喺度啊嘛，根本自己都唔一致，但係講唔得通。但係近你頭先你話李華明啦，佢放風咁樣，咁其實佢講嘢都係放風啦，表態代唔代表民主黨呢？間又好似阿湯家驊咁嘅咯喎，大佬咁唔會。咁你民主黨到最近一路嘅報道裏邊都差唔多好清楚啊，即係有啲人即係同佢講嘢都知道，基本上係唔會贊成啊，包括阿卿姐啊，包括。有啲未出過聲嘅，最鄭家富未出過聲，好似好耐未見，好似好耐唔見鄭家富。靜晒啊，淨係五區總辭呢單嘢出現咗之後咧，唔係好似立法會都唔係幾見佢出聲，好似係啊，突然間唔見咗佢咁，好似係咯，個車禍應該佢都出聲喎，係啊，佢本來呢個交通事務委員會嘅副主席嚟噶嘛，都唔見佢蒲個頭出嚟嘅，嗰日去咗邊啊？使唔使大埔揾佢啊？即係佢嗰頭啊嘛，唔係嗰個係選區嚟㗎，將軍澳新界東啊嘛，係選區嚟㗎，都唔見佢出嚟講嘢啊！唔見佢關心啦，因為奇怪啊！陣間去咗邊？張文光都冇咩講啦，佢張文光講明反對添，佢自己寫文反對添啦，即係邊度佢反對啦？咁佢哋着眼點就係講個所謂否決權啫嘛。其實想請教下Q 仔哥咧，點解咧俾我一個感覺咧，公民黨依家同民主黨係互相掹貓尾咁嘅？之前公民黨有個星期日冚家出動話支持呢個五區總辭㗎嘛，出個 A45出特刊添。係啦，嗰下我忽然間係覺得哇死啦！民主黨今鋪俾人玩起啦，點知依家好似互相俾下台階咁，一個就話我用黨外公決嚟決定，一個就話我睇佢頭啊咁，究竟算點咧？即係佢主要個理論就話，即係我都會同意嘅，即係如果你根本唔係全香港嘅泛民主派一齊團結一次去做咧，可以成功嘅機會咧，其實好低嘅咁就係。你淨係得一個黨，譬如你得社民，即係社民連做，或者淨係得社民連加你公民黨啦。喂，如果佢唔參與咧，即係話佢冇義務幫你站台噶啦嘛，佢冇義務喺度幫你拉票啊嘛。咁到時嚟講，你分分鐘蝦碌嘅喎，大佬。即係你唔可以迷信就話啲群眾自動一定會投票支持你嘅喎。到時嚟講你衰咗，咁咪嗰個政治即係個 backfire 咪仲大鑊？即係話
喂，個結果即係你贏嘅時候咧，嗰啲主流傳媒就唔會幫你抬轎，就話香港大部分人都贊成呢個直選，但係你輸咗之後咧，就一定調翻轉講，一定調翻轉講到喂，香港人都唔支持呢一個即係普選，即係你哋泛民啊唔好再拗落去啦，你唔代表民意啊，一定係咁樣嘅，所以變咗你一定要係全部團結一致，然之後即係成個運動總動員去做，先有可能會成功噶嘛。如果唔係你根本冇得搞嘅，賺嘥氣。但係肥佬黎喺而家呢一刻嗰個角色大約會點咧？佢個立場應該變成點都會啊！有人講咧，上一期啊，阿肥佬黎咪喺個專欄嗰度咧，就已經係提出警告啊！佢係即係不點樣地砌個大班批評個大班啊嘛，話係啊曾蔭權身邊嘅呢啲毫無誠信嘅大班級人物。咁然之後就警告咧，就話有啲人咧就俾佢利用啊，包括蘋果裏邊都有兩個專欄作者係咁樣講，即係講同一論調啊。咁啊，佢話我而家唔係講邊個啊，你唔好對號入座啊。咁有人嘅解釋咧就話肥佬咧而家開始可能發施號令，即係準備整軍，準備整風，即係你班友啦，唔好吃裏扒外啊！你喺得我蘋果或者喺得我一傳媒裏邊，即係寫嘢之類啦，就唔好亂嚟。如果唔係分分鐘可能會喐你啊！咁我唔知，我諗其實呢個真係，我諗肥佬黎啊、李柱銘啊，呢幕後嘅民主三個加埋陳方安生，好似最近復出咁樣，一個老公咁嘅事，都表咗態一次。其實佢哋，我諗喺關鍵時刻咧，係睇佢哋嗰個取向係點樣。我諗係最決定性，因為佢始終係揸住有力嘅傳媒武器啊嘛。咁呢一喂講真，如果你唔統一嚟講，即係泛民，即係統一咗，即係如果你一傳媒即係唔落實支持嘅。你都冇用嘅，因為全香港傳媒實唔會幫你宣傳噶嘛。係啊，擺到明唔會幫你宣傳。你話你搞5區總辭變咗公投啫，佢都唔差賣你，或者賣到好細段，根本都冇人知係乜。係，即係你必須要相信，其實傳媒對民意嘅影響咧係好決定性噶嘛。係嘛？即係如果唔係煲大嚟日日當係議題咁啊，你諗早嗰輪裏邊咧，講嗰輪裏面都多啲人關心，多人討論。自從甘乃威爆咗醜聞之後。跟住到慳電膽事件，已經大部分好多人都唔記得嗰單嘢，已經冇晒呢個 issue 已經係。咁啊，而家睇下下個禮拜，即係出呢個政改方案嗰陣時，係咪會再喺呢一度咯？係啊，睇下政府嘅方案有幾保守咯。但係我諗而家即係我估同呢一個民建聯嗰個咁嘅方案咧，都相去不遠嘅。即係我擔心嘅就係其實聰明啲嘅啦，政府嘅方案應該話嗰個區議會嗰啲議席咧，就係用翻比例代表制嚟去計算嘅，即係搞到係民主派都會贏到1-2個位咁樣咯。你唔係全部係 winner takes all，winner takes all 就民主派一定會反台，你搞變晒民建聯啲人去當選啫嘛。咁係啊，即係如果佢係即係可能就佢1-2席就變咗係個利嚟嘅，就搞到即係有啲人即係尤其是民主黨即係啲區即係啲莊腳就落晒搭咯會。咪嗰個方案擺到明係利誘嗰啲即係民主區05年嗰時都係咁啊，俾個機會你有機會做到立法會議員，係啊，即係主要係咁樣啫嘛，主要就係咁啊，會令到即係可能民主黨裏邊即係嗰啲即係基層幹部裏邊就會拖佢後腿咯。喂，你咁樣搞法，如果你唔支持呢一個方案，咁我哋永遠都做唔到立法會議員，永遠都做你區議員喎，可能係咁咯。係，就唔係真係，好似我琴日都喺電視度都同阿葉偉講，喂，你呢個方案裏邊咧，你淨係直 appeal 到民主派泛民 appeal 唔到喎，因為你其實淨係你有啲咁嘅民主區議員，你應該都要面向群眾。如果你面向群眾啊，至少啊，如果真係有誠意的話，至少啊，都向阿彭定康偷下橋啊，即係將新九組搬過嚟咯。因為你有啲功能組別本身其實都唔合理嘅，即係譬如呢個旅遊界咁樣係咪啊？有冇理由用公司去即係投票啫？咁多從業員係咪先？咁你起碼都要將佢變成好似衛生福利界啊、醫療界啊，或者呢個教育界啊、法律界咁、會計界咁樣選法啦。咁你咪會起碼都，如果你係咁樣做的話咧，其實對好多啲即係中產市民或者普羅市民多一種appealing，佢起碼覺得自己係其實有一定嘅決定，即係投咗啲有份去參與，有份參與一啲嘛。如果唔係，你仲係維持啲咁嘅公司票，跟住實唔會接受嘅。即係你氹得嗰啲，就要氹到啲咁嘅民選區議員啊，大部分市民都唔會接受啦。其實呢單嘢咧，即係嗱，譬如話社民連、公民黨、呢個民主黨咁樣，佢哋今次呢件事上面嗰啲反應嘅態度咧，會唔會即係影響到下一次呢個嘅選舉咁咧？或者話因為社民連都靜咗啲好似係啊。點解？